甲你提醒，你有竞争的对手。是什么人会啊？敢来抢我的胜利？母爷，啊恁哪会来？阮是来接收恁这栋大厦厝的啦。恁头家娘咧，叫伊出来。啥？你拄则是讲啥？我是讲，阮是来接收恁这栋厝的啦。你哦，紧甲你的物件款款的，紧搬出去啦。那是我听唔对，啊是恁拣唔对所在啊？恁目睭变较金嘞吼！我是水家的大某呢，但伊即马死啊，厝当然嘛是我的。无毋对，你是头家的大某，啊，毋过迄无表示讲你就会当有这栋厝的厝客。讲得真好，这栋厝的厝客是我的手头啦。你是无可能，水家哪有可能甲厝客互你？我真唔相信。来，这杯较金的，这是啥？要创啥？要创啥啊？理由真简单，头家甘愿相信阮女婿，嘛毋肯相信。等。哦，你是家己要搬出去，抑还是我要叫日本警察来甲你赶出去？有啥物唔敢？阮母舅绝对袂这么简单就放你煞。到底是安怎啦？我吼唔是真有耐心的人哦。紧嘞，你做一个决定。我走。哦，不只啊歹。啊对了，报告。啊，你拍算安怎处理这个使用人？你有啥物人愿意留落来？我钢琴加杯。我不留了。真好，以后咱大家都有一家伙啊，我会好好对待恁的。是，多谢二奶奶。哎呦，后摆唔通去叫二奶奶啊啦！事实上吼，保育吼无甲恁水家头吼正式拜堂过啦。我看后摆吼，恁就叫伊查某头家好啦。是，查某头家。哎呦，做工做嘛，我即马吼得要来走路啊啦，下午早也无法度搁甲你烧香点火啦，请你原谅我吼，歹势，过几工我才转来。阿母，阿母，哎呦，你排安尼是要创啥？我这头，你问伊啊？问我？对啊，你毋是甲我讲过免偌久，迄个凶手就会来杀我。所以我即马吼，拄爱物件紧款的，紧来绕跑啊，找一个所在通我秘起来。不要，紧来去行，紧来走，紧来。等，你是要去倒啦？啊，凶手谁来找你啊？哎呦，煞唔知影讲吼，我都摕碰水家的迄个地契去断啊，搁去跋筊，我唔。阿母，这是你家己讲出来啊吼！哎呦，阿母啊，你莫到即摆还唔肯改叫啦？有啦，我都一直想要改，啊，心肝想要改，啊，手都挡袂牢，我哪有法度我啦？看哈，手指头啊哈，加剁几件。哎呦，歹啦！哎呦，啊，你毋是讲我是恁大姊，哪有人小弟对大姊安尼啦？哦。恁即马是咧笑啥啊？无啊。阿母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入来款一下物件。好啊，你去啊，你去啊。不，宝玉，你款物件要创啥啊？我要甲阿舅搬去头家兜住啊。哈！你要搬去住四人厝哦？哎呦，唔通啦！你若固定咧讲哦，讲迄个凶手，搁免偌久就要来杀我尔。啊，你敢真是忍心安尼甲我等下我去插我哟？阿母，那你就甲阮斗阵搬过去啊？这哦，安尼唔好啦！迄个水家吼是去用抬死的了，
听讲的阴魂不散呢。大母，只要咱无做歹代志，有啥物好惊嘞？搁使讲搬去头家厝比较安全，人阿舅有请几个有保镖，叫你莫拍拍走，袂有危险的啦。我这哎，保佑啊！莫甲伊讲遐济啦，飞直吼，伊个毋惊人来杀伊啦，伊敢若惊鬼尔。啊，煞煞去啦，放伊去啦。袂用的啦，保佑啦！阿母敢若有你这个查某囝尔，啊你真是若讲安尼吼，甲我等下，我来做你去。啊，你敢真是会放下落心？你是阿母的宝贝仔囝，心肝仔囝，金刚好招饼了。有较好，真是要扣我去啊！偏偏搁叫网友养5百。什么人？是我啦。你是安怎啦？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叫人赶出皮甲啦。啥物人遐尼大胆，敢甲你赶出来？就是保佑因迄无久啊！我嘛毋知伊啥人哪会有大厝的厝契，伊甲伊厝契摕出来，我无想要走别面用钱啊啦！阿虎啊，到即摆要安怎？敢讲咱真正目睭金金，看迄厝契落伫别人的手头上，是要安怎？无久到底是要叫我走出来？你看我创啥？对不对？代志到这来，咱一定要分头进。你去对付迄个无辜，我才来对付保佑啊！你是讲对啊毋对啊？哪会叫我去对付迄个无辜啊？安那，你上安尼天，你才有机会去接近迄个保佑啊死头几啊心。你是想去倒位去？也若无感觉有更较好的办法。本来我是你想讲，厝契是保佑啊手里，安尼就好办。咱就会当利用联机，逼保佑啊把厝契摕出来。但是伊这个无辜，毋是好对付的人呢。即摆一定爱同心，才有法度把厝契摕到手里。厝契若摕到手里，咱就会当去转现金啊，然后咱就会当翻走赔费，去咱想要去的所在啊。大家好。因这敢是咧叫我？哈，真实的哦！哎哟，你阁袂歹哦！想我网友啊吼，食到老啊，才伫咧老好命。哎哟，伊我你讲哦，迄若我要互我大个房间哦，爱穿较舒适的哦。好啦，头家妈，无我先带你来间房间。哦，会用的建的哦。安尼好，我一定要建较好势，我想要建房间啊。点解这物件？好啊，你拢先落去啦。是。苏兄，你敢袂想一个办法，互我去联机？伊乃讲遐尼条件，要甲联机啊清扫。因为联机一定无利用的价值，讲伊个清洗，以后才袂有。我知啦，一时啊叫我莫甲伊清扫，即摆搁遐尼条件叫我甲伊清扫，你是甲我当做啥？万富啊，到底想要对联机的形象得到啥物好处？叔叔去上钱啊来找你。是你，是啦，叔叔去上，今日来毋是要找你做生意的，是要来招你行棋的啦。你哪知影我爱行棋你？顶摆我有看到啊，看到你伫遮甲人算棋子啊。我想吼，你应该毋是为着行棋你才来找我。叔叔去上，你实在有够巧。今日我来是专工来甲你求一下请。我的外甥女想要见一个人，啥物人？卖豆腐迄个年纪啊。
我无杀人，你不冤枉我，我无杀人啊！你不可能去清算了，我无杀人，我是冤枉的。你这个抓迄个真正凶手啊！莫抓我啦，不可能去清算啦！喂，朋友，朋友，我跟你讲，朋友，朋友，我真想你想你，我嘛真想你。我传一个物件来互你吃。不是，朋友，我保重。所以啊，即摆当然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我自然唔敢相信讲，我会安这平安离开，敢有可能？你无遐无信心啊？天公伯有目睭，好人是袂欠烦恼的啦。我是讲天公伯啊，早就甲我放袂记啊！阿弟，你敢忍心？就安尼甲我等下不管咯？朋友，你是讲？拜年拜过顿啊，咱是翁仔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毋是甲我讲过，我要教我安怎做豆腐？你莫去讲话无算话哦。朋友，对不起，我一直感觉讲我配袂起，我自然嘛唔敢想讲会当甲你一世。你毋通安尼讲，是我看过上好、上善良的人，会当做你的牵手，是我的福气。所以，为着我，你要好好保重你家己，知影无？将军，这部叫做马后炮。哎呦，苏主机长，你真是吼是行棋的高手啦。这我输啊，我输啊。苏主机长，这架手指就当做这盘棋输给你。是啊，你拄仔调工输互我，对无？哦，敢有？敢有？那安尼吼，我后回过来找你挑战啦。啊是讲，苏主机长，我这副像爷做的棋子吼，要拜托你先把它收起来，吼。收起哦。好啊，好啊。是讲吼，有一件代志想要问苏主机长，我想要甲你买一个人的名，唔知你会出偌济介绍是啥物人？ ？Hello，老基啊，再搁讲，再搁讲啊！苏主机长，有你这句话，安尼就好讲话啊啦。大姨妈，啊，你要的物件我拢甲你摕来啊。好好好，拢摕来哈。看起这吼，
那不离啊值钱哦。头家妈，啊你是毋是要把这个房间的物件拢总换新的啊？对，这想讲这吼，搁再甲换新的换的吼，啊看起来吼精神会较好啦。啊对啦，阿强，厝底这间房间是啥物人咧住的啊？哎呦，你著紧讲啦，话唔讲啊，来住咧敢会是？对啦，这间较早就阮头家甲查某头家伫住的房间。哈！哎呦，原来这间房间是水家向人刣死伫遮的，结果哎呦阿强啊，你是点要死啊哟？你别位唔娶，你哪敢娶来这间死人间啦？头家妈，是你讲你要一间较舒适的房间啊？碰水家啊！人讲吼，冤有头，债有主啦吼。啊，咱也无想啊，我嘛知影讲吼，你毋是一个无度量的人，我刚才甲你提一寡这物件，袂输敢若咧甲你放在顶牛角咧，对你来讲也无讲啥，你都毋通见怪我吼，你都原谅我吼，啊，你都别甲我计较。头家妈，啊你是咧念啥？哎呦，你唔知啦，你唔捌啦，你出去啦！我要甲水家讲话吼，你若倒车，安尼会失礼呢？出去！出去啊！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安尼加减淡薄仔尔啦，啊，也毋是讲偌济啦吼。哎呦！死查某鬼啊咧哈，也无爱小出声者，袂输敢若魔神啊咧，害我安尼遐要惊死。你是咧惊啥啊？阿母，你伫遮物件是要创啥？这无啦，你就讲碰水鸡吼，就是互刣死伫咧遮的啦。啊，我即摆吼要来去庙会拜拜吼，通我来去祭煞，请一下当机甲洋洋咧安尼啦。阿母啊，你伤过迷信啊啦！哎呦，囡仔人毋捌一个啥，什么咧迷信？人讲吼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呢。我紧来去啦。阿母啊！看袂出，你几支啊花干哦，我会价值遮济钱啊！我已经有甲你讲过啊，地契无伫我遮嘛，我什么代志我拢总毋知啦。你若要知影，就去问阮小弟，阮保育仔因阿舅啦，你莫来找我啦。我知啦，毋对哦，啊你今仔日哪变甲遮尔啊有礼貌啊？啊你毋咧变相啊？你是长辈，我本来就应该叫你一声阿姆啊。毋过你无成会尊重长辈的人呢。人总是会改变的啊。最近我咧想吼，我离岁也袂少啊，啊若搁安尼晃动落去嘛，毋是办法。应该爱找一个人成家立业，遐若无吼，食老陪老囝幼，是要靠啥物人？你应该毋是要叫我替你做媒人嘛吼？毋是啊，我是想要请你做我的主婚人啊。主婚人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讲要娶宝玉啊？是啦，我咧想讲吼，宝玉都已经嫁2摆啊，啊身躯边半个红婿都无，以后恐惊无人敢搁甲娶。啊，你敢忍心看伊遮尔少年就走寡？都是咩？我就是惊人吼，会讲阮宝玉啊，带啥物加多瓶啦、铁扫帚啦，专门伫咧捡红的啊。就是安尼讲啊。其实吼，我即摆想要做一下小生意，过一个平凡的生活。你对轿都有兴趣，拄好我有一间轿场伫的，若要加收做无彩，不如吼，我甲这间轿场我送互你啦。哈？你是讲要将迄间轿场当作是骗金哦？是啦，以后吼，你爱安怎办，你就安怎办啊。算讲这间轿场吼，是我来诱惑你的啊。有理哦，这袂歹哦。安尼你有介意无？有啦，当然嘛介意，最好啦。毋过吼，毋知影宝玉啊，伊肯答应无？我唔答应。哎呦，你嘛用唔答应讲甲遐尼紧啦？
我知影吼，你对万华的印象无够啊好，毋过浪子回头金不换呢。人伊即摆已经改过自新啊，而且伊阁有讲呢，伊讲吼，伊要规规矩矩做人，要过着平凡的日子。阿母，你老实甲我讲，万惠伊是毋是有互你啥物好处？啊都，太有啦！我死是干那讲吼，看伊即摆已经变甲遐尼好，所以我毋才去互感动着。我毋相信。哎哟，宝玉啊！我只有你这个宝贵心肝查某囝呢，啊，我当然拢嘛是为你在想的啊，你家己想看卖咧啦。你嫁头一个翁啊，迄个年纪啊，啊，就安尼吼，随时都会互人拖去枪杀啊。搁算落去吼，搁嫁互碰水家做细姨，你看，啊，碰水家毋是无代无志，就去互刣死啊。连伊袂死，伊绝对会平安出来。哎哟，你无听人咧讲哟，年纪啊已经成年啊呢。伊若是无杀人，伊啥人要承认？迄是扩大先兆的结果。哎哟，毋管安怎讲吼，伊非得你就会死就对啊啦。我绝对袂有年纪不变，就安尼去互枪杀的。无啊，啊，等你即马是在讲啥？啊，你是搁在想啥哈？我的意思是讲，阿母，你莫想到遐尼好。万福要娶我的代志，除非是我家己愿意，啊，若无，免想想我会答应。啊，你嘛免想讲要对万福遐得到啥物好处。啊，不要有答应无？对啦，即马只有一个办法啦，尔啦。什么办法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甲我绑起来啊！啊，然后吼，你才甲阮宝玉讲我已经落在你的手头。阮宝玉是一个真有孝的查某囝哦，伊若听到我互你掠着吼，伊为要救我，啊，伊就会嫁你啊。这敢有妥当呢？那你到时，宝玉啊，伊若肯原谅我，安尼变怎呢？免烦恼啦，啊，一切有我，你是咧担心啥？多谢你呢。又讲安尼？你讲朋友啊，互周万有掠去。哟，伊是毋过走去跋筊啊？无咧，即阵仔吼，伊也莫去交警啊。啊，无哪会去周万福掠去咧？孙啊，啊，即摆是要安怎啦？我咧想吼，代志无遐尼简单啦。我来去找迄个周阿万。多多啊，我等你真久。阮姊啊，到底是欠你偌济钱啊？讲钱就伤感情。我老实甲你讲，阮大丈人吼，佮托梦甲我讲啦，讲阮姊啊，这个人吼爱跋筊啦，一世人少干啦，叫我莫插伊啦。哎，做人的囝吼，佮平日无听老母的话啦，你讲对无？所以啊，我今日啊专工来甲你讲的啦，规气吼，阮阿姊吼就留喺遮做你的使用人好啦。我即摆吼决定无要插伊啊啦，要台要歌吼，犹在你啦，我要来去。当然啦，你应该是无希望派一个杀人的罪名伫身躯的吼，你应该袂太阮阿姊就对啦吼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来，是的，是的，恭喜吼。上帝哦！你是安怎这么想袂开咧啊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让我死啊！我不应该为着一个万福啊来放弃我家己的后生，我对不起水家，我来死啊！
是安尼嘛，无一定爱死啊，对吧？我不一定比个再活落去啊！你叫我嘛走头无路，无顾，无你讲啦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是要安怎才好啦？报告啊，朋友，过去一切拢是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啦！我就拄啊吼，伊想要自杀，去我拄着，讲无所在通去，我就去带倒来。朋友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请你原谅我啦！我真正知影我唔对啊，我甲你求转，我以后会好好侍候你。我已经无所在去啊！让我带你遮好无？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阿着，带落去啦。是。多谢你。要安尼讲啦。苏英，啊你哪会带倒来啦？我就是故意吼，要带倒来，看要变啥吧。啊对，苏英，啊阮阿母的代志，你甲周万有讲了安怎啊？我就直接甲伊讲啊，讲我决定吼，无要插恁阿母的死活啦。你讲啥？放心啦，我有我的拍算啊。你哪会做这款工课？啊，这本来就是查某囡仔应该爱做的啊。无要紧啦，你去休困，我叫因做好啊。是。真啊？我来甲你抓铃嘛。啊，好。这招美人计对我是无效啦。真啊？你是安怎啦？那油头甲面啊，是毋是我伤大力啦？啊，袂啦，真爽快咧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安尼就好。报告啊！恁母也甲你提起咱两个代志吧？你考虑的结果安怎？答应我，嫁互我，我会互你过好日子。以后这间教场就是恁母爱的啊！你对阮阿母可真好嘛？迄是应该的。囝婿本来就是应该有好丈母嘛。你敢知是想要娶我？是啦，其实我真久之前就介意着你啊，但是一直无机会来表明。好，准讲你若答应替我做一件代志，我就嫁你。真实的，无问题，做你讲啊。找出台西水果的真正凶手。报告啊，你哪爱讲笑？媒体都已经承认讲，伊是台西水果的人，安尼伊就是杀人凶手啊！啊，你何必着爱赶去找出台西水果的人？安尼你才强来救我。毋是安尼，水果绝对毋是连起台的，你凭什么来认定讲连基毋是凶手？因为我了解连基。
且而且啥物？而且我阁知影，凶手是另外一个人。你要哪证明？为着我就是知影连起是无辜的。哎呀，我实在是足欣赏连基的，有你这么来相信伊。但是你认唔对人啊啦！连基伊就既然承认讲伊家己是凶手啊，伊随时拢有可能去用掠去枪杀。伊若死了后，案情就结束啊。假使你安怎认为伊是无辜的，嘛是无法度通改变事实。你敢相信举头三笑有生命？老刘啊，我劝你莫去再去了解啦。你唔通敬酒唔食，要食罚酒哦，你做迄无路用的代志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要嫁我？我拄则毋是甲你讲过啊？准讲你若是甲刣死水果真正凶手找出，我就嫁你啊！你唔通袂记住咯？恁母即马是我的亲头。遐就无安尼啦，我阁有你3天的时间，你来决定，你是要欢欢喜喜来收掉，还是准备甲你母啊送水？你敢中？敢真正无搁发的心？我也无讲我要去刣死恁母啊啦，我只不过是讲吼，伊有可能去学咧水底掩饰，也若无就是火烧厝强烧死，这是拢有可能发生的啊，这叫做意外。我嘛要提醒你一件代志，准讲阮阿母若是啥物三长两短，是绝对袂放你爽。看起来你母甲你教得袂歹，你竟然感觉应喙应舌。恁爸来做，王爷既然家己已经送命，我看伊会当摇摆偌久。你是要创啥啦？等下啦！你是混唔对啊，袂哈？我是恁老大未来的丈保后，哈！啊，你无代无时间拖来这是要创啥？你遮尔无尊重我，我若甲我未来的囝婿讲吼，叫伊甲你拖去电甲金死死！卖老早啦，停！我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你甲我叫万如来，我要找万如啊！你咧找我？对啦，万如啊！这到底是为着啥物哈？恁这个下骹手人吼，我伫咧棉少被底安尼困甲好好，无代无志甲我拖来遮关起来啦！这是啥物意思？我是你未来的丈夫呢，伊也敢遐尔无尊重我啦！是我叫伊掠你来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若要怪吼，爱怪你的宝贝查某囝啦，还佫有吼，迄个毋管你的死活的小弟啦。即摆恁查某囝毋肯嫁我，你着做袂成我的丈夫，你当然啊住在遮。哪会安尼？袂啦，阮怎么叫袂安尼做啦？下暝吼3天就知影啦，3天以后你会死会活，看伊决定。万夫啊，万夫啊，你听我讲一个啦，万夫啊！哎呦，这哦，明明是家己牙讲腿啊，伫咧讲家己的头壳啊！我来这里讲，我实在有影讲到有谈好袂啦。师兄，人都急到要死啊！你搁是遮冤我啉茶？哎呦，你就免着急啦，坐落来啦，坐落来啦。我免哪会无急啊？
周万有敢若有我3工的时间，3工后阮阿母伊个。哎呦，无代志啦，我著甲你讲无代志哩啊。这3工吼，互恁阿母吼伫遐好好参买一下，看后摆吼会改缴。工就知影跋筊，拢无顾你的幸福。啊，毋过阮阿母伊足无胆的，这3工你叫伊是要安怎过呢？无药啊！你实在吼有够友好，可笑恁阿母吼罔药啊，毋知影珍惜你这个查某囝，逐摆吼就甲你当作标本，哼！压出去外口甲人跋筊，即摆吼就好啊，互伊一个教训。所以啊，你敢真正有把周万有伊袂伤害阮阿母啊？你做你放心啦，这3工吼，我甲你保证，迄个周万富骨骹就一定会扫出来。啊，毋过万一若……无迄个万一啦，无药，你爱相信我啊！对啦，我煞袂去甲你学咯。你敢一个人吼，去见迄个周万富，话我讲啊遐尼水气，真好。这拢嘛是你甲我教的。啊，你伫遮啦？人会惊啦，迄是你惊啥话啦？惊？我惊暗啦，我毋敢一个人困。好啦，我问阵互你困啦，啊，我困遮共款。实在有够热的啦，天气哪会愈来愈热？啊，实在是足热的。唔通安尼啦，哎呦，这嘛会寒着啦。来来来，这衫抹者，这衫抹者。你算真体贴呢。嘿，无安尼啦，咱来开讲啦。好啊，来啊。姐啊，嘿，我感觉吼，你是一个真体贴、人阁善良、阁古锥呢。干嘛呢？天公伯啊，使早甲我滚算笑的，我哪会当较早拄着你，我这世人就袂遮尔歹命啦。你个对你无好心。我甲伊年岁差遮尔侪岁，又阁是奉爸母的命令甲伊相亲的，伊阁拢袂晓体贴我，规工敢若遐想要趁钱。后来迄个周万富出现，我了解伊甲水家是换听兄弟，我拢无去提防伊。谁知影伊竟然趁水家无伫的时阵，甲我欺负啦！姐啊，我当初是感觉足惊笑，真想要去自杀嘞。我阁讲有着会迫害着水家的名声，我只好忍耐落来。我的命哪会这么歹啊？我哪会这么苦命，这么歹命？紧啦，我紧啦，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啦。后摆吼，有我爹吼，迄个周万富哦，绝对唔敢来欺负你啦吼。这是因为你啊，我就感激你的，你救我的命。我一世人唔知是要安怎报答你才好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就收客气啦。来来，坐好坐好坐。袂用的啦，人咧讲食人信用，行人一斤啊。姐啊，我这条命是你救的，你是叫我救命恩人，不管是做我做马，我拢不爱离开你。哦，我是你吼江湖走跳的人啦，四海为家，你对我是加艰苦的尔啦。我唔惊啦，我绝对袂离开你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这件代志吼，咱后摆再去讲啦。好困啦好困啦，好。姐啊，啊
你来门床顶困啊，来啦，困觉较舒心。免啦，困觉就好啊。你是插头人，也是挑工你甲我顶车啊！我就唔相信我陪你袂倒。是安怎？你阁决定要甲连基仔抢啥？你毋是要讲过我两早甲解决，甲案情结束，我决定听你的。干安尼？你毋是讲连基仔闹活咧，还阁有理由人总是会改变的。到底阮有啥物？是我讲，有啥物好讲？咱两个对本，一个咧面头路的，哪有啥物油水通挑咧？上好是安尼啦。阿舅，走头家，啊是我先生代志啊啦。啊对，迄个豆腐机啊，你摆过顿迄个翁啊。你讲连机安怎？我头拄仔去市场买菜，听人讲伊要互阿本仔拖来凊杀啦啦。啊，我母舅咧，我无看到啊。紧嘞，你甲所有人拢叫出来，紧嘞啦！阿水、阿豪啊，你记出来啦！走头尾，你是咩代志？你有啥物人看到我母舅的？无啊，我看到啊。我讲咯，紧走，走我甲你掠起来。你袂答应，你是叫我后面，你袂答应啊！你起啥呀？你哪会当互你黑白来？你若搁唔走，我就将你拘留。保佑！我求你，跳开跳起，跳起你都好，我求你，你我自己，你我自己啦，我拜托你啦！请决时间到，快上！身边一撮水嘞。连基，冤枉我，查某头家，你打冤枉我，你着较坚强的啊！阿舅，你讲变态人生，互连基就安尼冤枉死，伊是无辜的，你是无辜，伊是叫冤枉的。你讲白啊！你的人生，互连基安尼死啊不眠不白，你哪会做安尼？就当做你甲豆腐机仔无缘吧。就算我你哭到目睭青面，伊嘛袂搁活倒起来啊！你莫搁伤心啊啦。是啥物代志？做甲平平骗，是要人许惊啊？好啊，你较保重啦。你若安尼，豆腐机伫天顶也知，伊嘛是会艰苦的啊。那就别死人讲入来啦。嘿啊，你是死刑犯呢？点点啊！连基啊吼，要死真是有简单，讲我一定要甲讲掉，伊啊死啊真有简单，你等下逃命啦！都是我害你，我对不起你，连基。你听我讲的话，你讲白啊，我的人
咱一世人做阿婆，安尼，咱都后世人才做阿婆好啊。